哭哭的嘛好啦，较免郁咧心肝内艰苦。爱看啥呢？免哦。摕庙的看人爱救济我，我算讲是替阮阿爸做一寡功德。想讲要出来互医生看，想袂到你无讲啊半句话就做伊走。莫阁哭啊啦！你阁安尼哭，恁爸若听着吼，伊就对你阁较袂放心的。伊袂放心人，别人嘛袂放心伊啊。若是有人甲对伊身躯边吼，无定着迄阵啊送去病院，还阁有救的。生死天注定啦，莫阁怨叹家己啊啦。我爱阮大家去病院的时阵，心肝内是我急，我向讲的，这个心敢若倒伫挂共款。佮老爸过身倒伫厝的，做查某囝的，看都无转去甲看一下。啊，毋过阮大家人仔肥啊，无甲求敢袂用你哦。好啊，要是你毋对啊，等下就讲要解酒啊，搁一群海头啊，载10几罐落去，迄肺菌搁较勇嘛变化。伊这世人哦，就是安尼，个性硬、肝硬、肺菌硬，敢若这条命无够硬。伊心情无好啊，伊为着要教我学煮食，逐工去阮兜教我踮仔人顶走，输害阮大家，到尾也颠倒阮大家嫌伊垃圾，甲挂出来。伊生气毋知啉啊济酒，用出来因老母哦，开始有样食人教啦。啊对啦。讲到煮食吼，我才想到这本簿啊，这内面写的吼，拢全是煮食的秘诀啦。经过迄本吼，互恁大家是小去，啊，这本是恁老爸念的吼，啊，叫我搁订抄落来。伊知影一世人吼，无法度甲你教到出师，才会想到这步啦。伊死的时，这本簿还搁6条条的。啊，毋好佳在，阁有这本字的，你会使哪看哪学。伊内底写的每一句话，不管是掺一汤匙仔盐，还是掺一颗仔糖，你拢会使当作是伊伫甲你讲话。老爸甲查某囝讲话，你应该是在注意啊。太拽，多谢你。查某人若无老爸，都爱靠翁啊。可惜英俊啊，根本就互你袂靠的。以后万人代志，你着爱较忍耐的。这阮阿爸有甲我讲过啦。啊，恁老爸迄身主牌啊，早毋过早来甲拜啊。你无需要阁为着这样代志，逐工走来走去吼，顾恁大家的怨啊。太拽。莫啦，你莫甲我说多谢啦。恁老爸出山的时，是我捧斗的啊。我穿的是浩南衫啊。
英俊来穿的嘛则竞赛衫尔，对无？啊，我这个做后生的，早暗甲老爸是招一个乡，本来就应当的啊。太专，哎呀！啊好啦，这世人无法度做人某，做兄妹啊，嘛是缘啦。英俊啊，你要倒位啦？上班啦。你当时有头路，我哪唔知啊？我咧问你，你来点点啦？你想要去食头路还无影啦？啊，你毋是讲叫我莫伫厝内食烟饭啊？啊，我无出去要哪会用的啊？啊，我做老母的人，甲你问一下袂用的哦。英俊啊，你愈来愈好大胆呢。你拄仔甲因迄个话是啥物口气啊？是啥物人搁咧教你啊？英俊，你是甲卡上印象？搁讲我大主大义，财产再去用霸占去，唔知啥物人较大主大义咧？你唔是甲我讲阿夏会嫁真侪嫁孙来，若唔是安尼，我嘛袂去甲母娘赌气。英俊啊，你现在愈来愈唔是款的。小我说啊，我透早就踮咧大店在咧教囝哦。啊，人今仔日他家在嫁三囝呢，啊，恁敢无爱带走规个来奉请？我都无地钱，搁去互请。啊，今仔日总铺是我煮的啦，啊，你嘛来斗老者，啊，试看我的汤头好啊歹啊？好啦好啦，无用做你啦，莫食遐摆啦。我嘛唔知影讲我哪会遐无用，啊，都无法度啊！啊，规庄仔内的人大细摊拢要叫我煮啦。唉，啊哈，啊是讲恁老爸啊，若莫遐早过身哦，啊伊嘛来甲我斗煮，啊加减啊分伊趁，啊当然无法度啊，啊只好我家己趁啦。唉，有够无用就是啊啦，啊钱趁袂了啦。有够衰啦！嫌迄个单仔户都看咱无目地。英俊，你要去倒？我要来一间公司引头路。一支草有一点路，一支草有一点路。等你看卖，单仔户煮的啥物款菜？敢若袂随因店里咧打面，敢袂看会晓？啊，人客也无嫌歹食，你先生气啥嘿？甲人客会当面甲咱嫌？你意思是讲我做唔对对无？进前就讲好啊，要坤上啊煮，你着要改客去互单仔户煮，啊到尾咧，闹困毋是咱。坤兄爸已经过身啊，有才调你叫起来煮啦。婉如啊，这办喜事了，你黑白讲啥啊？爸，等你看卖，单仔户煮的啥物款菜？好啊啦，但是都8千块在互人煮，通常啊大家拢知啦。汤头歹，菜色歹看，人会嫌多仔细袂讲咱啦。等恁在生气啥？无啦，爸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明明知影单仔户的头工减了，咱就请别人煮就好啊。开这条钱嘛，都有目的，对无？搁再讲，咱嘛是生理人，万事拢嘛是爱会人算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讲安尼也是有理啦。爸，婉如啊，你的个性啊，都爱小改。出去门生伊是要换大事业，需要你斗3工。翁仔某都爱一下，家庭才会圆满，事业才会成功。我知啦，我每项代志拢嘛听文生啊个。文生啊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好，我甲你讲吼，美国迄边的事业才开始，我这边去，我想上紧啊，就2、3年才会当倒转来，打厝交互恁啊，事业也拢交互恁啊。恁翁仔某爱较好好咧，认真拍拼。当我转来的时阵啊，
一定要比这个时阵搁较好才会用。我知啦，爸。安如，今日是我唔对啦。本来就是你唔对啊，爸，我无唔对哈。好，莫塞奶，莫塞奶。文星啊，好困啊啦。但我的假装还袂传好，是要怎困？但袂出你用招的咧。你哪会讲安尼啦？爸爸厝送互咱大，当然嘛是你家己的物件搬过来。啊无，我搬去恁兜，再搁搬倒转来，袂遐麻烦，无要紧啊。无啦，啊，都物件要用好的，是我家己在洗洗了。这两只用啥？煞袂顺遐去洗洗。困起啦，透早就整理花草，也唔敢要请人用。哎，这花草啊，这水果，拢是爸爸亲手种的咧。就想讲要离开啊吼，啊，但我唔甘啊。哦，你唔甘要着加这花草哦？阿爸呢辛辛苦苦甲你饲甲这大汉，唔甘要当然嘛是你这个宝贝查某囝。小翁爸，咱兜遮尔有钱啊，你哪着去国外做生意咧？这你就唔捌啦。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永远袂用个感觉满足的。当爸爸在这个国际上有地位的时阵啊，你就会知影讲世界是遮尔啊宽，遮尔啊价值咱去奋斗。爸爸较袂放心的啊，是你。我真好啊。我毋是在烦恼你生活的好歹，我是在烦恼你甲文生。文生啊？本来啊，我是较爱你甲英俊做伙。这个囡仔虽然较软性，也毋过伊性地好，人也老实。这点啊，做翁某你较占悬。迄两骹是我则袂咧。文生啊，虽然较伶俐，也较有查甫人气概，对咱厝的事业也较有帮助。啊，毋过这个囡仔真有主张，个性也较爱占悬，这一点恁两个个性有冲突。我才唔惊伊咧。爸爸就是烦恼你甲因这款话啊。范如啊，爸爸甲你讲，永远爱会记，你甲文生做翁仔某，千万唔通有这款想法。伊若无啊，吃亏的一定是你，知无？知啦，我知影爱安怎做啦。
找头路。英俊啊，但咱也毋是无熟识啊，对无？路头路尾见面，还袂输敢若冤仇人咧。你本来就是我冤仇人啊！你哪会安尼讲啦？恁老母做生意失败，哪会当怪社会现实？英俊啊，咱兄弟代啦，恁若有啥物困难，我文生啊绝对听你嘛。你若莫来害我，我真感谢你啊！我也敢毋望你来寒心。英俊啊，这个社会啊，袂因为你找无头路，倒来同情你啦。你也想看卖，你若要食人的头路，一世人爱看人的面色呢。啊，若是要做生意呢，都要有胆量啦。像你这款龟龟毛毛的个性吼，一世人扣角啦。英俊啊，对咧我的身躯边，我教你安怎趁钱。我也无本啊。摕本钱出来做生意是上戇的，有胆量就好啊啦。摕钱要创啊？你讲的是啥物生意啊？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一枝草，啊，一点露。哎，林太。我跟啊，变呀！哎，好点，好点。啊啦，叫，会啊，做生意有赚有了，博缴有赢有输，意思共款啦。啊啦，赢博未？为啥样？英俊，这博缴呢，就要先练脚头，搁来练脚骨。这若脚骨练了头，以后做生意啊，较有通车拼。来，试看卖。功夫。试看卖啊，哪会好？来。英俊，豆豆说，若有问题咱会找我。好，豆豆说。太多了。唔知有啥物吩咐吼？才有3万，1万你摕去开，其他2万呢，属迄个英俊啊，我带来迄个。是，多谢林大。师哦，啊，都代志讲起来吼，毋是安尼普通啊足细条的啦，啊，所以吼一定爱问看你的意思安怎啦。啊，就安尼啦，你即只鸟无伫个以后呢，啊，等下付迄只鸟鼠吼，就规个遐摆开啊。啊，最近听讲生意足好的吼，啊，需要请二手的啦。啊，我就想讲阿霞即摆需要工课，啊，搁再讲煮食学一半学无出师吼，也真可惜啦。所以我才会想要讲报伊去遐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等下有即个人呢，佫真少年，我佫惊阿霞讲，万一若去遐学吼，啊去互糟蹋吼，安尼啦，啊所以才点才伫三进三退，无法度决定啦。所以呢，才请师吼，甲我指点者。啥？你讲阿母师要请二手哦？是啊，也毋过你去遐学敢好？那会毋好啦。因阵四界咧找无头路，我嘛甲咱这点仔手艺尔，若无甲学啊出师，厝内后摆3年是要靠啥物咧？你安尼讲嘛是对啦，莫怪吼，我甲恁老爸跋后背的。阮阿爸安怎？我将这样代志吼小友甲问啦，啊伊就允背啊。我看吼，伊嘛是赞成你搁继续学煮食。一枝草。